挖。哎，老你妈摇头晃脑，你要干啥呀？这很打我脸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操！兄弟，那还说啥了？都多余了。来个9格，宝贝。哦，9格我就已经很满足了，你给我来个3乘4。你就宠我吧，哈哈，塞man。都说这几天宝藏堆爆率变低了，我怎么感觉这2天爆率变高了呢？反而完了，哎，没完哦！哇，医疗机器人呀个！哦，好看好看，这也没被挖哎，10手快挖，就差一把金钥匙了，很急。有4格哦，红的，不敢看不敢看。哎呦我去，怎么不是炫彩足球啊？有鸡蛋，滚出我的安全箱！哈哈。